台语一连档，愈讲愈连档。大家好，边。大家好，我小杰。讲到学台语这件代志吼，其实即摆有做侪门路，你会当去学。是。比如讲，你去上课啦、听歌啦、看戏剧啦，做侪，你拢会当去选择。是。啊，最近吼有一个中国移民来网签，一个焦虑主妇莉亚。因为伊足有心的哦，伊就是讲吼，伊想要去学台语，所以吼，伊就是去专门去找做侪有台语的一寡门路。你会伊人去学，伊就找出做侪，所以伊算是一个足有心的中国移民。啊，毋过可能就是因为你嘛即摆台湾吼，会晓真正会晓讲台语的人慢慢变少啊，所以伊可能嘛是身躯边都无即个环境会使有人陪伊讲，所以伊就听人的建议吼，伊就去找一寡八点档来看。啊，毋过是讲咧，伊就看这八点档吼，是愈看愈想要甲伊吐槽。无啥，真正看无伊咧搬啥，因为吼即几档的八点档吼，伊就是见看更尴尬啦，啊，拢专工咧搬一寡乌落无济的代志啊，所以你啊，伊个整理出几个迄款八点档的公式，互大家甲大家分享，看大家有同意无？第一个吼就是讲吼，伊囡仔有可能是亲生的，永远拢唔是你亲生的，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，是哦，对无？永远拢是安尼。意思就是讲吼，你有当时向阳抱一个囡仔倒来，啊，迄个囡仔生养到大汉的时阵，向阳发现啊，伊毋是我亲生，爱去验 DNA。对啊，我搁专工为着这吼，我都细汉去甲阮母啊讲。你敢教阮爱去验一下 DNA 无？反正我毋是你亲生的啊。对，我跟你讲，这件代志吼是可能确实会发生的，因为咱常常会看新闻顶管吼，有当时也有种新闻来讲吼，伫病院就抱唔着囡仔，后事无细离谱。啊，请用甲国小国中的时阵，甲发现讲，这个囡仔哪同我生做无相共，同阮某嘛生做无相共，结果是啊。对着伊，我发现讲啊，伊毋是我的囡仔，我的囡仔先互抱走，啊，我抱唔着别人的。是真正有即个代志发生啦。拄着安尼，你要安怎？哪拄着安尼？你一定请用一个囡仔，请用甲国中啊！发现伊毋是你亲生的啊！到尾你是讲我是去互抱唔着伊，还是我是爸母？你是爸母。哈，我是爸母啊！我的心花一定灌伫伊身躯顶，足侪安尼。你搁会甲另外一个堪咪教我吗？我感觉看另外一个知无啦，若是因嘛知，可能就爱甲因讨论。啊，毋过若是因毋知，我可能会选择继续甲伊请用。对，应该是讲吼，你对这个囡仔，你一定是有付出感情，啊，心血，一定你一定堪咪有感情。我感觉上重要，迄个是一件。最重要的代志，也毋过吼，你的感情嘛是最重要。是。咱讲上啊，咱倒来第二。搁倒来第二项就是吼，定拄着车祸失去记忆。啊对啊，而且吼，若是要搁记忆搁倒来车，弄一道。这拢是错误的示范吼。你得一定爱好好看医生吼，你总是无说你去失去记忆，你一定爱去看医生。你袂当讲吼，我给我车弄一道，我的天，这是唔对的。也是讲我去弄病。上有名就是迄个 Michael， 有 rap 版的迄个 Michael。大家人去听，即款这就好笑，人去看者。是，这做好笑。过来，另外就是吼，伫个内底吼，迄整容的技术吼，永远拢足悬的。你会使变做另外一个人的面，而且拢足自然袂去互发现安尼。是，就是短时间内底吼，伊可能吼，一集是这个人，后一集伊变另外一个人，而且完全一模一样。你看，有当时性别吼，伊嘛能改。连性别拢会使改安尼。可能今仔日我是滚一边，明仔载滚一边，换做你。伤八点档啊吧，伤戏剧啊吧，惊死人！惊死人，真正惊死人！连迄个拢会咱甲切掉，切掉倒过去。后一个就是吼，你若看啥物人袂爽，无论你是好人还是歹人，你拢会使家己掠起来认知。啊，内底警察吼，拢袂出是塑胶做的。对，我感觉这做含的，你看做含的，不管是好人啊，你有当时啊看迄八点档，你分辨袂出讲吼，伊是好人还是歹人。意思就是讲吼，好人啊，掠着歹人的时阵，先甲拍骹，做规身躯，拍迄个咧。啊，歹人吼，毋免讲嘛，伊就是歹人嘛。嘛是掠着好人，啊，就是甲拍，嘛是继续拍，而且永远拢伫个迄个粪扫场，啊，永远拢会使家己安尼吊起来。对，啊，永远拢会当施行教育。嘿，施行教育，内底敢若拢无法度共款。伊个法律吼，就是讲吼，我想要安怎做就安怎做。啊，咱讲笑讲了，咱嘛是爱推送一寡吼，有一寡戏剧啦，袂歹，会当互大家去看去学台语的吼。是。啊，佮有第一个就是讲吼，
要介绍即出吼，就是台湾林根风。哎呦，这做经典。最经典的，因为吼，伫个即个以台语的发音为主的戏剧内底啊，较中期的时阵吼，上经典就是即出。这敢是上华纳会个迄个？迄个是敢若是台湾霹雳，拄则两年才甲我讲过呢。对。啊，即出吼台湾林根吼是足经典的。你看即马常常听到啥物大公司大头家啦，啊是讲啥物两某小下台，啊是讲吼拄则讲的验 DNA 确定身世，才会大剧情吼，伫个即出拢会使看会到哦。是啊，而且吼前几单啊，就是有一个足有名的名叫做。干曼呢？嘿，大家拢最爱模仿内底角色嘛是为遮来的哦。第二个吼就是戏水台语，嘿，伫咧咱友台吼一个足长寿的台语剧，伊古装剧叫做戏水台湾。这个戏剧吼，伊就是参考台湾足侪所在，伊一寡传说啦，一寡故事啦，伊甲改编做一个袂歹看的戏剧，啊有当时啊有一寡行为迄款色彩伫内底。哦。嘿，啊而且吼，伊会当改编做一礼拜，还是几啊礼拜的电视剧、电视剧。所以吼，上重要就是讲吼，你去看这个时候，你会当学台语，学一寡俗语，而且吼，伊这个节目吼，定用新人。哦。你得当互新人入去磨练伊的演技。我感觉是节目另外一个好的所在。啊，另外一出吼，就是吼，即出咱若无介绍，一定会有人甲咱嫌。就是吼，叫做亲情卖计较。哎呀！啊，即出上经典啊，对无？你讲知影即出伊总共伊有几集？有2240。2000几集？对。而且伊虽然讲吼，一集可能无到20分钟，啊，不过你甲算哦，就算咱一天家看10集好啊，咱嘛是爱看几啊档嘛，看袂了呢。啊，即出戏剧吼，伊原底是为一个小说叫做《隔壁亲家》落去做改编的。啊，即个小说其实吼，咱华视伫个几60年前嘛有改编。几60年前？遮久哦？几60年前吧，对啊，对啊，伊嘛是有改编做伊的同名的台语电视剧。啊，内底用的台语吼，上学落的就是吼，伊用的台语拢真讲究，所以吼，你听落你就是会使学着较正确的台语安尼。是啦，啊，遮好的戏剧吼，你当伫对看到。譬如讲华视的戏剧频道，啊，佮有华视怀旧频道 YT， 即两个 YT 拢会当看到。是，啊，佮有另外一个就是闽视的戏剧馆 YT， 三立的台剧，啊，佮有伊的戏水台湾的 YT， 啊，佮有另外一个是台视台语台的 YT， 其实你会看到足侪好看的台语戏剧，哪看哪学台语，我感觉这是一个足袂歹的。关德，有啥物戏剧？你有啥物推荐？几60年前，有看过一出叫做《含笑食堂》的戏剧，伫咧三立咧播。啊，迄出戏吼，我介意的所在是，因为伊咧讲迄个阿兹海默症。啊，因为阮厝的嘛是有时段嘛是阿兹海默症，所以我在看迄出时阵吼，就是可能嘛是有去互感动着安尼，所以我就足推荐迄出的。啊，你有啥物观得好的，你当推荐互阮，留下甲阮分享。是，后日只时间继续收看《第一金年档》，拜拜。